嘉义县的蛤蟆一冬的产量有到2000吨，不过这阵仔天气变化大，伫东石沿海原地准备要收成的蛤蟆，是损失甲比去年更较严重。渔民就希望赶紧的相关的单位会当来甲因斗3工。系啊，前面2天就死完啊，所以摆2礼拜安尼来清粉叶啊、卡安尼。饲蛤蟆渔民看到东部新血伫收成进前全部了去，拢感觉真毋甘。嘉义县东石乡沿海养殖的蛤蟆，伫清明过了后，陆续发生死去的状况。敢若叫人清就开讨一死亡应该3-5万二啊，系啊，啊这拢搁饲动物，系啊，敢若金叶啊，做起来损失凊彩7-8万啊。渔民讲，即阵仔天气变化大，今年才嘛无落啥物雨，一时啊热，一时啊搁寒，真侪渔区内饲的蛤蟆拢袂堪值。我们东石大概养殖100多甲左右蛤蜊池，我印象中是没有一个没有死的，那就是看每个人死的状况不一样。像我们家死亡率大概是3-4成左右，然后有的比较严重5成，甚至到全军覆没都有。嘉义县政府渔业科表示，已经邀请水产试验所的专家学者调查饲蛤蟆的水质甲地图，了解发生的原因。为了要来厘清，那这一次死亡原因那是因为天候因素呢，还是说水质低土的环境因素，还是说有其他的致病，像弧菌等等的因素等等。渔民表示，季节变化本来就会有蛤蟆死去，但是今年的情况比因过更较严重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重视。渔业科嘛讲，渔民会当先向公所来通报损失，若是符合救助的标准，会联名来补助渔民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